河床上井架矗立，下探地底2500公尺。光要安装这个设备就要花了1个月来安装。钻油团队开采油气，以驻点就是经年累月的长期抗战。在没有重机具帮忙的年代，钻井如同卖命。当时的设备是蛮重的，但是没有那些起重设备的时候，我们就靠人力还有牛的力量来把它拖到那个野外去的安装。全部靠人力，跳路冇强手，这工作真的不轻松。所以我有力当做的，我有力当做的，要有力气才行。对。小队长回想，早期中油的钻井人员80%都是客家乡亲。油矿陈列博物馆里记录的台湾能源史，也正是客家乡亲的血汗史。那时候进公司只有4000多块，所以那时候你说外地人来的，几乎好像没有办法再撑下去。所有都是客家人比较多。客家乡亲筚路蓝缕，征讨各地钻油拼经济。公馆出矿坑始终是重要据点。这里的油源丰富，前后钻采了近100口井，而台湾的第一口油井回溯清咸丰年间就在这里被发现。台湾第一口也是中华民国第一口油井。依山势而建的轨道可以连接登山古道，让更多人贴近这个台湾的石油发祥地还在运作中的油矿区。这条缆车道现在工程深退，开放观光之用。不过在前面这一段，因为角度太陡，具危险性，所以游客止步。而实际来到这里，真的能够感受到了中油钻井探勘人员在当年是何等的艰辛，不只是一步一脚印，是一步一艰辛的为台湾经济做出贡献。条路冇强松，我有力裝做的。条路冇强松，我有力裝做的。